咱的特别报道继续来看李登辉前总统多年以来拢甲病痛咧搭甜，伊有高血压、心脏病、糖尿病、搁慢脑中风，心脏开刀开过4届，至少来到13支的经啊。2011年，搁因为大肠癌开刀；2013年甲2015年，拢因为血管塌掉咧来住院。尽管病痛缠身，李登辉也是展现惊人的意志力，一直食到98岁。李登辉早伫2000年11月做心导管的手术，台台请来日本医师宫廷和平，以示范教学的名义协助台台替李登辉斗5支心脏血管的经啊。这个时阵，李登辉心脏问题就浮出台面。虽然2001年的4月有一支经啊塌掉咧，而且发现另外一个所在血管有较细条。李登辉到日本冲户市中央病院由宫廷和平治疗，佮斗一支新的经啊。不过，伊到日本去治疗这个动作，甲台台病院之间产生矛盾。当时负责伊健康状况的台台医疗小组的调集人林文斌态度真保留。您有没有建议李前总统到日本去？我讲过了哈。您有没有建议？你回去看那个中国时报。主治医师林文斌无想要接受访问，不过会使确定的是，李登辉伫台台病院接受这个心导管手术的时，有放5支心脏血管的经啊。后来由日本医师宫廷和平到台台病院指导的时，又搁放3支。不过到2007年，李登辉心脏又搁出状况。台北营长当时发布新闻稿表示讲，李登辉进行冠状动脉经开的手术，有放2支血管的经啊，当时复原的情形真好。不过到2012年，李登辉被检查出大肠癌，伫营长接受手术的治疗。我们切断这一边把这个小肠接到这里，是将来对他的营养应该都不会有影响。经过2点钟的手术，李登辉意识真清楚，不过身体依然真虚弱。出院时，戴一个帽仔，穿大衣，围一个围巾。夫人詹文辉、甲护理师、甲护理慢慢行出营长大厅。因安尼关心我的身体吼，也感谢那日啊，要出院啊。李登辉讲话无像演过安尼遐有元气，嘴手焦白，规面的条纹嘛散过啊公斤，讲到病情险险啊后甜。谢因大家吼，互我安尼，迄个照顾我即款的情形。结束较无5分钟的采访，就直接坐车回去休困。医疗团队专工到门口去甲关心，虽然后来已经完全复原，唔免接受化疗，因为李登辉的身体已经愈来愈歹啊。2013年，高龄91岁李登辉因为阿妈棍的动脉塌掉咧，人会戆戆，去台北营长入院观察，健康状况又搁倒红灯。本来要到新台湾国际智库去演讲，嘛临时法庭。本来打算要去宜兰甲花莲的参访行程，嘛拢取消。李登辉心脏有斗惊啊，再加上年纪较大，这是心肌梗塞的高危险群。2015年12月17日，李前总统半暝雄雄精神，发现家己正手无力，而且无法度控制，好亲人紧急送到病院，经过11天的治疗了后，总算出院。那现在恢复的情形大致上算良好，那也已经概略找到了那个病灶的地方。那个地方就是说血管有跟上一次体检的情形比较狭窄。营长伫检查后确认，应该是天气向变寒，造成李前总统倒病的脑外口出现血管塌掉咧。这摆小中风入院，李登辉甲因为同款有度过，不过真正的考验却出现伫2020年的2月份。李登辉因为啉牛冷气砸到，一直直扫，紧急被送到营长治疗。是有一点转换成比较严重一点的肺炎，没有办法很积极的治疗的原因，是因为他本来就有心脏病。那如果说用强效的一些这个抗生素的话，会怕影响到心脏功能。这10多年来，经过4摆心脏手术，1摆大肠癌的开刀。有过摆甲死神对抗，虽然伊的意志力惊人，不过传奇人生嘛是就此结束。